还继续来到桃园滨镇的屏东路一段，讲正接咧出车祸。这个月才过2礼拜，都已经出2件车祸。附近的店家讲，路口头前有一个盲挖，就是要进入这个转弯的时阵，看袂到出口的挖。啊，这个出口前有一个预告的青红灯，佮甲路口的青红灯无同步，所以驾驶也则是技师，常常拢是袂互动，啊，就弄落去咯。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重视，而且解决这个问题。监视器画面翕到穿乌色技师停落个东红灯，严哥。后边女技师敢若是东北那个对浪头一个奥多摆，加在红龙的技师人无安怎？代志发生伫4月7日，伫几个月前也捌发生过同款的状况。去年12月7日，同款的路口共一个监视器，机车豆豆停落个。严格想我车被虎打动啊！当场将女技师弄一个刹车。1个月来讲，可能都2、3次哦。对，就是蛮常发生的。真的车速都太快了，车流量很大，车流量非常大，而且很多大车。实际来到现场，这单位啊车流真多，而且伫路口头前还有一个弯，驾驶若无特别注意，就会被虎打动啊。那个转角其实是一个盲弯。然后那个盲弯过来的时候，它只是预告号志，但是转过来的时候虽然是绿灯，到这边的时候黄灯变成是红灯，然后常常车子来不及刹车。那车路的弯道互人袂负反应，万工前有技师连人带车，互违规伫双黄线回转的轿车弄倒在地。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庙前回转，不慎撞击对象25岁李姓男子。骑乘自重机车。塘市平顶区屏东路一段定发生车祸，店主公布监视器画面，就是要提醒用路人爱细致，也好有气虎，爱更加重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